苏花公路来发生着游览车的事故，6个人死亡，39个人轻重伤。这个行车记录器的画面很光了。游览车驶离的苏花公路，驶过本来的长弯，一开始拢来打档啊减速，但是驶大约2分钟后，这个车速是愈来愈紧，害掉原本对离的后壁轿车。 无偌久就去弄山壁咯。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重回事故的现场来做立体扫描，重建着事故的现场，要找出着车祸的原因。踩不到刹车，没动啊，没动啊，敢一开始就打无动啊！ 上新的行车记录器画面有看到游览车经过几个弯路，马上路行，车尾刹车顶真清楚，拢有倒，表示讲车有伫减速。所以讲后壁的车嘛对咧打档啊，保持安全距离。是讲经过2分钟后就唔对啊，游览车甲这拖板车相闪过了后，敢若是车速伤过紧，后壁这台乌车嘛对袂着，游览车嘛消失伫行车记录器的画面内。等到游览车佫出现的时，已经弄着山壁。 出车祸的弯道比进前几个拢较平，若是档啊有问题，前几个弯道应该出问题。虽然司机讲打无档啊挡袂牢，不过现场确实实实在在有一条47公尺长的档啊痕。被救的起点伫倒位？运安会到现场去搜证，利用立体三维扫描设备，先伫车路中央设一个三角架啊，甲扫描仪器。伫公路双边6个点设6个感应器。 仪器扫描了后，依照这个资料重建现场，才会登去扫描出车祸这台车辆来做比对。我们未来这个路段也会纳入苏花公路安全提升计划的路段。虽然这一次这个路段不是因为限行或是路况导致的车祸。 检方嘛到现场去搜证做鉴定，就是要了解讲车祸是安怎发生的。造成6个人往生的车祸，一定要好好啊调查。